因为 COVID-19，我超生气，不能去扬州，管制了不能去。听说3月4已经拆了，不见了3月以后哪里去？虫鸣鸟叫不见了，春暖花开不见了，没了扬州3月，可惜呀可惜。因为 COVID-19，我超生气，不能去扬州，管制了不能去。听说3月4已经拆了，不见了3月以后哪里去？虫鸣鸟叫不见了，春暖花开不见了，没了扬州3月，可惜呀可惜。